佚佗。嘿啊，佚佗。你佚佗，你这早起是要创啊啦？这跟今仔日的主题有关系啊。要来无菜刀就对啦。嘿，要去佚佗，杂菜刀，啥都去佚佗。像刚刚你去佚佗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带你去。你带我来。嘿，我离你较远的。离我较远，唔免。今仔日有好食的。好食。嘿，你去倒位咧？倒位。来，这是咱的高科技的装置。高级的物件。嘿，咱的答案，安尼就会出来。要去倒位？来门。嘿。你是不是以为看到菜刀应该是金门？那是来门。无，拢是门，但是完全无同的所在。咱要去高雄的来门。所以唔是金门的来门呢？唔是。高雄的来门。嘿，来门呢，伫高雄的东北边。这个所在呢，差不多每5户就有1户是靠总铺师办道咧食青。5户内底就1户是总铺师。是养家安尼。哇塞！哎呀，这是全台湾总铺师密度相关的所在，遮济总铺师呢。所以应该是要来食饭道就对啊。是爱食饭道啊！你开饭道，爱有朋友咧做食。讲的，我朋友敢若爱食尔。爱食。我去团爱食对的啦。爱食搁熬食。爱食嘿，真熬食，搁为金门来甲遮食。来甲伊摇起来啊！宋哥啊，进哦，小的不用啊，来进来啊！欢迎！都不无来啊！来啦！伊今仔日甲咱的伊也有在讲，我想讲，你莫乌白讲，你坐咧。嘿，阿梅呐，阿梅，我伫遮啊！我伫遮来。哦，今仔日吼，阮这队嘛是。试看卖啊小队，试食小队，来你这来门这个所在，试食试耍，对不？对我去佚佗，好不？对，来佚佗。饭道你敢有定食？有啊，我高雄人，阮细汉的时阵，因为我大舅伊是总铺师，台南的总铺师，所以讲我以前若是讲想要食什么饭道，有时因就会为台南寄过来高雄，互咱安尼平常，因为我最爱食。饭道的菜啊，而且就好食古早味啊，对有一寡羹啊，啥物的，你甲用好小料搅饭，嘛就好食的，对啊。恁金门咧？金门哦，我甲你讲，金门的饭道甲咱台湾本岛有小可无共。倒位？像讲咱台湾第2项菜是羹嘛，对啊，金门的。第2项菜是罐头，不是罐头，不是，我们讲罐头，不是罐头啦，都别个蹲下来，对啊，罐头，卖个罐头啊。第2项菜是咱金门话叫燕菜，就是足侪了解切丝啊，猪做伙，足像迄个。嘛，就像迄鱼翅羹安尼，但是迄味完全无共，嘛是有淡薄仔菜尾汤安尼。我甲你讲，恁哪讲吼？咱差不多准备爱来出发啦。哦，这摆是爱食哦，你讲他介绍，无啦，咱先伫。我来邀请我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吼，我的导览先生呢是来门的囝婿，伊结婚了后哦，接来迄个总铺师的品牌已经营业超过1家子哦。超过60年啊！超过60年啊！你想要安怎办？办伫倒位拢会使。为路边搬去海边 ，OK 哦。海边嘛会使哦。你想要伫婚礼搬到高雄电影节，拢 OK。嘿，就这可能性就是伊的魔法啦。好，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来门竞赛卢兆辉。欢迎！大家好。缘投个少年，好，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吼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卢兆辉。咱有一个口号来喊一下，好无？OK。摕菜刀吐归台湾。办道文化讲互你知。有请。来蒙多之赛。欢迎兆辉。大家好。
老师，请坐，请坐哈，请坐，老师请坐。你看起来你的气质敢若无啥像是总铺师吼，chef，较像啥物？西餐的，西餐的，还是工程师？工程师，还是迄种文艺迄种书，文艺迄种书店的。我较早是伫迄个精品产业做主管。哦，对嘛，精品产业安尼，气质台北吗？台北，所以台北过去内蒙。嘿，我过去，我是高雄警察，过去内蒙。过去内蒙，对啦，爱情为台。对啦，所以恁叫内蒙还是叫内文？拢有啦，但是地方拢讲内文。内文嘛，专门的迄个文嘛，专门内文嘛。哦。所以你是谈台北，你的工课发生困难了，你才去内文的。嘛，不是发生困难啦。发生困难。一开始就发生困难好无？我普通是安尼嘛。是啦。啊，无你都市大管事啊，你若是去较。你哪个讲我真要啊？这么目屎都会绕落来。一定是有重大的责任背负。敢是安尼？你听伊故事，你讲。因为较早我算是西餐呢，算是法餐的。嘿。兴趣啊，因为我自细汉我就对料理较有兴趣，但是因为我的成长的背景啊，就是我都互我做这道，大家硕士啊入去外商公司啊，就开始上班，嘿，但是就是拄着阮某，啊我知影讲哦因较早因阿嬷甲阮丈奶伊拢是咧做板德这道的，嘿，啊因为即马就是拄着一个困难讲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少年啊，已经讲好讲要叫阮丈奶去办婚礼，因是大人拢已经安排好啊，日子嘛看好啊，场地嘛选好啊，但是迄个新娘就听着讲，你要叫办哦，安尼我无爱嫁啊，因为印象中啦，大家印象中对办可能食较粗，较粗俗啊，无遐幼咯，阮的。布置无遐水，无像迄个餐厅遐水嘛。所以即马有个少年啊，伊就想要爱有场面，就是一个我婚礼美式的、西式的户外婚礼会看精致诶。对。啊，但是我就感觉安尼足可惜，因为我硕士我是念文化创意产业，对啊，我个对主角有兴趣。啊，较早我就听故事，一个投资师其实伊会当饲足侪家庭，像。水卡啊，像烹菜嘛，医疗的、餐具、舞台、主持人、卖鱼啊、卖菜的、卖猪肉的、杂货的，其实我凊彩算着超过10个行业啊。对。所以一个投资者，伊的摊若好，伊下骹的配合的厂商啊，伊规年趟天拢唔会烦恼讲啊，我生理要去夺吹。所以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你等于这个内文。你的丈人爸看到你要来接伊这个投资师这个行业，一定甲你笑命对无？是足笑的，但是无共的笑。因为一落场有当时啊，几百个人要食，你的物件袂当出册啊。我物件因为办桌是现场煮，我唔是讲工过头先做起来，去现场甲吹过袂使，因为办桌就是现场煮，所以你无法度讲有一个差错啊，拢袂使。所以你捌出过差错？有啊。啊，你丈人爸错干辣椒。直接错干辣椒。当场咩椒？足大声还是细声？大声啊！规个投资间啊拢听到啊。无咧客气的。啊，人知影你是伊囝婿，伊搁安尼甲你教。对。啊，无怪你扣分。唔是扣分啊！不怪哦。厨房敢若战场，嘿，伊就是军师，中破菜就是军师对嘛，爱听伊。因为咱办的是做舞的，餐厅是文的，办的是舞场。舞场就是你爱甲时间比赛，因为阮无冰箱啊，无迄个冷气，有的物件你袂使讲，我一落场我就开始用啊，像迄龙虾鱼啊，我一定要出菜进前。我较会使做，我物件爱照步来，袂使讲我即摆想要做啥就做啥。所以你这个舞场一开始，你这个武功爱为什么开始练？上简单的就是爱会晓练雅术。练雅术，这是基本的基本功。练雅术。对。
因为叫迄个雅士讲来就好啊，你跟袂使，因为阮全台湾走，有当时啊去山顶，有当时啊去海边，迄雅士其实头啊，阮爱家己炸。你是阮上个面头是讲什么练雅士？你来拜托的，雅士来就雅士来竞赛。来，试看，我来。你上个面头是讲练雅士，好厉害！你叫上个呢？来，拜托的。来，啊那你练我看。真的，你讲是用练的哦。练，像喺开车呢，像喺你用hand，你定玩地呢？不，你这是练干的。你原地自转，练干的。哎，提供为家练练。哦，来，我来。你来。哦。张母，这丢人把掉快，新班，要错啊，这会交无？爱交，交咧。啊，所以你讲当时啊，安尼啊。安尼。真了。伊是闷的。啊，你来练。开车赶快。哦。嘿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交无？安尼会使啦，会使先交，会使先交，啊！所以爱安那练才是专门的。其实吼，伊有一个细面啊，因为伊无重心嘛，这个其实伊是空的，啊空的是20公斤，啊但是若底满吼40公斤。恁若像恁拄则安尼两只手有无？其实你手会去关着，去转着，啊有当时啊，佫会去。缀着镜头啊，卡在镜头，所以阮就是安尼。安尼。哦，你一手赛车哦，hand抓住安尼。嘿，啊，嘛会使安尼。一手。嘿。差不多是安尼，嘿。快就可以。我先来。伊会甲你教哦。你来。手安尼。手安尼，你的手拢袂使离开遮。好。嘿。你手咧传，你挂5腰，你迄个手。你用黑照片啊！等者，你超回答，别超回答。不会，我你讲。你那袂好对你看卖嘛？我得第三，你练嘞。我咧毛你，好安尼好啊，收起来吼。这啦。哇，这趣味呢。练雅士爱有功夫练雅士都要有功夫的，这无3年4个月，你要怎得比赛？无多啦。这基本功就有足侪故事会当讲哦。好，啊来开始倒啦哦。好 ，OK。有请。你来问。大家好吼，今仔日我有准备一寡故事关于板道文化的妹角要介绍给大家知。其实板道吼，这个行业呢，为虾米叫做板道？这个板这个字啊，伊代表足侪意思。上简单，我会当解释讲板道嘛，就是我即马叫统筹的概念。我就是主人家啊，大细每项的工课，阮帮伊发落。因为较早要结婚哦，无像即摆遮简单，毋是讲煮一道菜安尼遮简单尔。因为每一个地方伊有足侪风俗习俗啊，你爱去配合。像阮若去山顶去部落原住民呢，有当时啊抬猪嘛，啊有当时啊因为伊食较高食，阮着爱准备13路菜、14路菜。但是我若去美浓，算美浓伊迄边啊，我着爱煮一卡白饭。因为较早做事人较济嘛，正餐一定爱食饭，嘿，所以毋是讲我即道菜全部拢适合全台湾的所在袂使。我若海边啊，我可能海产类爱开较济，嘿，就是吼，像板道讲到板道啊，即个阮会当讲上重要的一道菜叫做饭汤。饭汤伫咱内门呢有一个足水的名叫做罗汉餐。因为大家有听过迄个宋江丁无？宋江丁有顶头嘛，有当时啊顶头足济咧立功的时阵啊，若挂香的信徒，有当时啊1、2千人，足济人来一捆头，我要
煮遮济物件互食，歹煮，所以咧煮这个饭汤内底啊，足济料有鸡嘛、鸡翅嘛。贡丸啊、菜头啊、香菇啊、豆豉，足济。啥物拢有。啥物拢有。迄一条一条是啥物？迄豆豉。豆豉因为当笋的。嘿啊。嘛是有笋啊。嘛是有笋啊。嘿，笋啊、咸菜啊、红菜头啊，足济，就是基本上我摕到啥物食材，我拢会当用，主要是利用这个食材的迄个口味去控熬迄个咸正出来。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总铺师嘛，拢有听过嘛。但是其实咧，较早阮无总铺师这个名，伫来内门咧，阮讲豆豉师。豆豉师，嘿，啥物叫做总铺师？是因为吼，较早阮阿嬷时阵是用香茶开始办的，毋是讲即摆有快速炉，用香茶开始，所以咧，阮着爱前一工啊，阮着爱去主人家遐过暝。较早拢住迄个家厝啊，有无？三合院，内底有一个中文叫大通铺嘛。但是台语叫做总铺，所以咧，阮着所有办道的工人啊、水卡师傅一定爱伫遐过暝，因为无我若无摕早款了，我过顿讲我煮袂赴。较早农业时代，大家拢较尊重嘛，就讲啊总铺师啊，安怎伊个皇帝啊，会款物件互咱食安尼，所以较有总铺师这个名。但是咧，豆豉师咧是咱正讲伫内门讲。称呼咱做板的叫豆豉师，因为刀代表我做到切菜，我会当切花；煮代表我会当料理，我做到煮。但是伫板道咧，你若徛店的切菜，你是袂当我去煮架迄边顶遐是袂当挖过哦。是安那？因为较早爱拜造型，对。但你若摕菜刀挖凿，就对迄个造型不敬。所以，但是咧，个另外一个巧可以讲，你摕刀嘛，刀打刀凿，你若摕去，迄嘛袂使。这是迄个时代，凿就倒掉了，刀凿，你刀啊，来个凿架啊，对，斗在一起就不行。所以豆豉师有会晓切菜，但是袂使煮，袂晓煮。豆豉师就代表我会晓切菜，我搁晓煮。所以讲豆豉安尼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台语的问题，你是豆煮师，但是为什么是讲豆豉师？豆豉啊，基本啊。有人讲煮饭，Q 无有人讲煮饭，有人讲基本。OK。但是咧，较早农业时代啊，阿嬷时阵伊较谦虚嘛。若是人讲问讲啊，你咧做啥的？我袂讲我是总铺师，我嘛袂讲我是豆豉师。迄个师其实阮拢袂囥伫嘴来讲，我是师卖。阮咧较谦虚，我讲无啦，我着网油汤的啊，墨油车的，就像迄人修理车叫乌手嘛，拖水师叫拖水的啊，做拖水的啦，掠老的啦，对，所以阮较早就讲啊，无啦，我咧墨油车的，你若安尼讲，大家就知影讲哦，你是咧煮食的安尼，对，过来吼，这张相片互大家摇是安怎，我会囥这张相片。较早办的用这个刀。bingo。是吗？是吗？假唔是？对。你这要安怎搬啊？印象中拢是红色大底圆刀嘛，对无？但是较早咧，阮无迄个医疗刀出租这个行业，无。三合院内底一定有生命厅嘛，厅头这个敬道，拜迄个头前迄个敬道，阮叫做八仙道。所以咧。那一个主人家，我要带新妇要嫁查某囝进前，我就爱去厝边隔壁挨塞做一个，就讲我当时要带新妇要嫁查某囝啊，但是咧医疗都无够，啊，恁兜的目先得敢会当叫阮去调定进前嘿。你讲规个砖头的迄八仙道对，所以咧较早一家伙仔要办，就是规个砖架头拢会动员起来，大家会斗三工，嘿。过来这张相片就是较早吼，阮坐迄个电灯医疗有无？较早办得爱家己有迄个篷布，因为无大布篷这个行业嘛。因为你可能有当时啊请几十个人，有当时啊真百个，你倒面就是爱四界去招嘛。爱招就是所以就是厝边隔壁会先甲你斗三工，但是咧猪要为倒来，敢知？猪啊？猪哦，嘛是甲厝边头要招啊，拢招过来。但是你有当时啊，你搁装无遐济。所以咧，我就是，可能一个月之前，我就爱开始去测地啊，开始下地，家己下哦，家己下地啊，就是
大家拢爱斗3工啊，你得爱好报啊、啊、进啊，爱甲我斗3工下地无，我当时吼要办的袂付互人客用。爱家己做。对，所以一个迄个主家伊就是爱办的爱麻烦足侪厝边隔壁斗3工，所以你爱这物件拢到位，我开当开始办。到位进前，阮有一个叫食菜头。菜头汤，菜头汤那些菜头啊？唔是啊，菜尾嘛，有菜尾啊，再有菜头，头甲尾，食菜头就是因为大家帮阮准备遐侪物件，我爱办到进前一工，就爱请投资师先煮一个便菜，先请大家食饭，嘿，这是讲食菜头，嘿，啊，过来后一张，拄则讲到食菜头嘛，啊，这个就是较早。拌的拌料，阮就袂使讲拌料，爱讲拌刷。伊料，我爱料爱趁，袂使讲拌料，爱讲拌刷。拌刷就爱迄个请迄个投资师去夹菜尾，嘿啊，阮就会搭迄个本单去即每一户拜访，讲这是拄则煮好的菜尾啊，伊的人客就是爱摕迄个面汤仔来缀，嘿啊，就是较早就是用安尼方式去。你讲打菜尾，互遐厝边头尾，感谢因安尼做伙来斗相共。讲因为有恁的迄个帮忙，啊，阮的办得较圆满安尼。对。是毋是因为进前古早时阵办的拢是喜事较济啊？哦，所以全村拢会做伙来庆祝。旧年真味的。对啊。好水呢。对，好，OK， 过来吼。拄则知影讲，阮办的是安怎开始嘛？但是办的其实伊足侪咩咩角角，阮就是看头一路菜，阮就知影讲，今仔日是虾米场合？嘿，像那第一路若出着鸡汤，第一路就出鸡汤。有当那第一路出鸡汤，你会当约看卖啊？迄是为虾米？第一路出鸡汤，就是表示即间的主人家真有钱。真有钱，一开始就加钱啊，一开始都嘛可以加钱尔，加钱要偷刀啊。你来哟，鸡吗？起鸡对，起鸡就是伊可能搬新厝落成，新居落成落成入厝，你放起鸡对啦，嘿，轰趴，对，就是阮头一就知啦，出鸡汤就代表讲啊，今仔日是人有买新厝搬新厝，啊，请大家来努力安尼啊。油饭这恁家知影吧？油饭，生囝，生囝对，这叫麻油鸡饭，麻油鸡饭啊，下一张。哦，嘿，那头一路菜是出麻油鸡啊、鸡酒啊、麻油鸡饭，就代表讲较早一个俗语讲吼，那洗会过。麻油芳，洗袂过四地帮，因为较早无系啊医疗较无先进嘛，所以麻油鸡酒就是有生后生，生囡仔，满月酒，对，甲报一下，做者菜路会当变巧。哦，这是这菜尾吧？这是酸辣汤。这就是叫做二路鸡。二路鸡。但是大家知影为什么二路鸡遐重要吗？什么字啊？应该是第二路的二路吧？二路鸡对。二路鸡，伊就是一定伫第二路菜出来。我若是去食饭桌啊，我拢介意第二项，就是鸡，一定爱食搁爱包。爱食爱包。你若是这个师傅足够煮的话，你迄鸡包转去，你甲用好少食落，伊袂结冻。啊，若是这个师傅煮了无好，伊就有一个迄个鸡的迄种结冻的迄种味就无好。包转去你就2天不用煮饭了，唔免煮。因为这道菜伊的烹调方式、烹调的过程足济，你袂使讲内底所有料，我一棍头就甲撇落。因为这煮起来口味就完全拢无共。因为鸡一定爱有酸、有咸、有甜嘛。迄个酸就是来醋。阮这道菜的醋的爱用4种无共的醋。虾米？我一开始控汤的时阵啊，爱控一个个阮叫生醋。生醋伊控到尾啊，会变做番甜。生醋是白醋，白醋，青醋，青醋，白色的嘛，透明的。透明的。啊，甲有迄个
有个叫迄个五印草，五印草甲一款乌醋，阮叫素食。上桌的时阵，迄个人客啊，佮会闻到迄个芳，但是你有芳，但是你食起来嘛袂使伤酸，迄个咸食就是爱掠甲拄啊好。生醋、五印醋、素食，搁一个咧。一个就是爱用，咱的蜜蜂是要爱用猪油落去啃，猪油落去啃蒜头，蒜头佮落去甲醋去炒。原来迄鸡安尼，伊头前爱用四种醋。这个讲了会使食吗？有吗？因为咱办的鸡一定要，刚刚讲无咧，是你就想要食，就想要包。因为拄则吼，大家拢足认真咧听故事，所以阮今仔日呢嘛是有炸一道菜吼。对啦，天哪！但是这道菜来进前呢，嘛是爱搁互大家摇啊！来摇，我手头我挂到手拢流汗了，哎呦！这是拄开始尔啦。摇看卖，这甲等下要食的物件有啥物关系哦？这是高级的俗胖，俗胖，就是俗胖啊！用俗胖，但是伊做出迄高级的料理。摇看卖，有一种是毋是内底腌迄落龙虾？腌龙虾？有啦，有一种做啥安尼。啊，印象当中无这个物件咧。这是看卖吗？卵，啊是啥物？火腿蛋。火腿蛋，你办得了火腿蛋？哎呀，你就弄别呢？啊，唔是火腿蛋早餐店的代志，高级的版本。啊，无是啥？公布答案哦。我当，但阮这科技，你甲断落了就有啊，这叫啥物 ID 啊？这叫 RFID。RFID 科技。好啊，来啊，公布答案哦。1、2、3。你等下当食上大地。你若久妈妈做过这出菜。哎，阿辉师讲，你会使食上大地。Yes，啦。啊，阮有说的，因为我是我真正要去食牛嘛。来哦，你食哇，真正有料韭菜哦，你无摇到，你嘛无摇到，哎呀，安尼我食头的哦。食头。哎，这看起来是无共诶，甲平时看到的无共哇，咱食板豆的量会拢安那处理是？冷盘，冷盘嘛，麻油内水果要用冷盘沾美乃滋嘛。来啊，来真乃好意思。哎呦，你无讲对。所以你这爱煎甲伊这先甲封起来，封口起来，较袂落去，对无？啊，这边安尼哦。这是法式吐司的做法。其实因为较早办的吼，好价煮家嘛，因为较早是安怎？我讲做好价人的可以当出的菜，因为内底俗胖吐司嘛，啊加哈姆、火腿、加美乃滋，这拢唔是台湾的食材，所以呢，已经爱进口的物件，可以当做这道菜。啊，这是不是代表讲办桌的人 sense 真好？系啊，办桌主人家咱底下有够亲啊。啊，阮兜有钱，他会当买到国外来食材。好啦好，相爱包，相爱包，互恁包，我要办。哦，你要办啊？你要办？我想讲我办一摆，我甲阮某搁结一摆，啊，你来帮我办啊！我要叫这出菜。你我要去，你我要搞笑。我请，够好食。谢谢。咁有欢喜？有别讲诶，别讲诶，有欢喜哦。过来咧，炸，阮嘛是搁有一个工课，介绍阮的鸡丝头啊，互大家哦，水哦，好，我来听故事。这啦，哦，你就当哦，就当诶。其实较早阮若办的，阮就是鸡丝头啊摕咧，阮就会当办啊。你看内底有啥？豆啊，包豆啊，罗来吧。啊，给我罗来吧。这罗来吧，前面煮啥？削皮的。配一下。啊，这哎，拜托了，无人要打三工哦，就当的呢。我来啊，做伙来摕就当的。这是切花。手指菜吼，我甲你讲啊，伊头毛的最重要的。这不是吗？这是切花。这是回德啊，叫回德啊。但是伊切迄个片啊切起来，安尼有波浪回德啊。哦，啊，搁有哎。
那回罐头对，什么刀都有啦。哎呀，是这支买挂草。大家知影这支刀有啥物作用吗？对阮办的来讲啊，投资赛来讲，伊会当做足侪工课。就这工课，你会当先要讲伊的名叫做啥物名？你的名叫做啥物名呢？用安尼，敢会叫月刀？小弯刀。小弯刀。同意吗？月刀。挂草的刀。挂草的刀。到底叫啥物名？来哟 ，RFID Go。万用的金蕉刀。金蕉刀。要挂金蕉的。因为高雄啊。因为内门伫咧基山的边啊，较早基山呢，就是金蕉正常侪的所在。所以阮摕到这款刀啊呢，啥物工课拢会当做。太两下，因为两下伊的壳足密，你无可能用大把菜刀落去剁，因为伊的壳会破。嘿。甲大鸡啊、小鸡啊。因为鸡的喙有当时啊内底食迄个饲料嘛，阮就爱甲乌清气，嘿，甲毛啊、串毛，有当时啊会当下水果，佮会当刻花。安尼哦，水果盘是上尾啊嘛，你人迄水果食讲，这哪有鸡花气味？食到饲料，所以我内底穿足侪支啊。袂使人利用，袂使人利用。这是重要，都是没打，都是没打，家己做好啊。有当时啊，这个把手加的颜色无共。金蕉刀，金蕉刀。讲到这，我感觉吼，伊种熬食的，伊还袂食饱呢。还袂食饱。系啊。搞死。对啊。其实今仔日故事讲了差不多啊，阮就会当。请我的好朋友去炸一道菜，我的手道菜来，互你。我就是咧等你讲，敢袂是？这一家族内底上介厉害的一道菜，较早叫酒家菜。酒家菜，这道菜叫做化骨鸭。化骨鸭，对，刚是一个讲话。这只鸭应该就是你个。饲落了，规个骨头拢安尼黏，应该是安尼吧？对吧？咱即摆赶紧来欢迎，你出场！欢迎这只对，化骨鸭，那无？这叫鸡翅的鸭飞去哦。这是国王的鸭。你来乱的哦。伊无落钱，我是要安怎捧菜起来？我是要叫来钱啦，你还搁伫遮咧？我随来去转，来去看。原来你回去钱，我无法度。对，捧一个空气鸭啦，讲是安那啦。迄是伊嘛是阿辉师的好朋友，应该是水卡啦，伊有遮水的水卡啦。平常时拢咧。搁互你药。水卡头家娘，这因老大。我因某啦。伊就是过去台文互你的对啦。慢咧讲，是较爱我，按桃园过来阮高雄。桃园过来高雄。当初是恁拢伫咧桃园做工课吗？我伫台北，拢伫台北，拢伫台北做工课。是使偌久了结婚？是使偌久？这边讲，这个话在做敏感的呢。安怎讲？我是才1个月就结婚啊呢。你1个月你就结婚？那是因为啥物你知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般拢是安那，因为拢是。要食啊，拢要一定是要食油饭啊，要食油饭啊，对吧？食油饭嘛。不然坐来讲。我坐来。我是讲要来食，食就一个空气。很高兴呢。好啦。啥呐？是使1个月恁就结婚？无多伊就孤囝啊，孤囝我惊我若是叫伊生袂出来，伊即马不孕症足济啊，做试管的足济啊。我若叫伊生袂出来，我感觉对阮大家嘛歹势啊。我摆有这个压力，无先来试看卖搞我拖。先过感人了吧？这是真的，你是真正足爱伊的，才安尼做。正缘到啊，该结就是爱结啦。你哪知影是正缘？因为我去问过3个新命啊。这今摆几档啊？
即马8档还袂离的。还袂离。还有生囡仔？生2个。生2个。生2。一对，拄好一对。嘿，我这是阮后生第2个。你办的爱囡仔。哇！从头到尾拢安尼爱，讲爱一个。哎呦，这场吼，爱甲你讲一个，爱甲你讲，这场吼是搁伫咧嘉义了大雨，阮囝伫后壁咧压雨。这场是真艰苦的一场，我若看安尼，感觉阮后生介可怜，毋过无法度，伊就是出世伫阮这个家庭，就是爱安尼。嘿，恁翁嘛足可怜，足辛苦诶。系啊。哎，若是想要困啊，迄是迄办桌的桌啊呢，你切菜的桌啊吧。叫帮病，迄桌叫帮病。哎，就困喺帮病顶悬。对啊，无法度，就是爱安尼。哇！啊，敢袂使请保姆？保姆，袂放心啦，家己骗，靠感情。系啊。你敢袂使抱囡仔主持？我拍咧，我主持啦。我这样都无突出的椎间盘突出。无紧啦，我嘛是椎间盘突出，无紧嘛是啊。你嘛是哦。这是今年的10月初伫咧台北办桌出2个囝，伊2个坐伫咧露营的椅子顶头，椅仔顶头。看起来拢困去啊。无啦，咧写作业啦。写作业，不是趴在桌上安尼。半暝啊3点就看阮按高雄赛车起来台北办桌，半暝啊3点，嘿。那你自细汉嘛是安尼吗？系啊，对啊，我是安尼大汉的，无是安尼大汉的。对。啊，这北道是啥物？是伊这个主题老师出的主题，就是爸母是做啥物头路的，啊，因就甲画落来安尼。伊逐工看风景拢是。你是不是足感动？真正足感动的呢，逐工看。这张是后生画，这是幼稚的时阵画啦，所以伊的画法就是较单纯、做天真的。我足爱的，这种风景就很真实。用要哭的。伊连高脚杯嘛拢画，你已经湿了眼眶，真的假啦？安尼我今日甲你爱穿，互你看讲。嘿，其实因基本上办桌咧创啥，因拢知影。啊，伊若知出菜时阵，做官讲咧拍火，因就袂挖接近阮。因若接近伊阿公骂嘛，阿公足歹。阿公诶，袂啦，阿公。囝孙啦。阿公虽然会教因囝婿，问题是伊对囝婿做好，伊讲你袂使歹恁翁，恁翁对你足重要诶，恁翁你嫁一个好翁，你袂使甲伊歹。哦。因为有问过啥诶，是OK。有人啊对囝婿足好啦，迄是伊较多安尼讲互恁听，笑亏安尼尔。啊，当这是你第一个听到恁爸爸咧骂恁翁，你有听到吗？啊，毋过阮爸爸安怎骂嘛无我歹啊。我总是讲，恁骂甲恁爸爸骂无共，你听到家己的爸爸有无去骂家己翁？这2个拢是伊生命当中上最重要的查某人感情嘞，对无？迄个时阵你做啥？对事无对人啦。工作上歹是无要紧，啊，私底下因感情足好诶，无即个问题。嘿。等，我看到阿辉仔淡仔徛规半波呢。来啦！哇，这个气味哇！啊，都要比较的，办桌。阿鲁啊！这里。嘿，你哪只？打怕了！哎呦！啊！你讲伊叫啥物大名？汉方画骨鸭。画骨鸭。嘿，啊，要食进前有啥物动作？其实我想讲吼，因为这道菜较早上到就叫酒家菜，因为较早就是吼，因为伊一定爱讲较紧嘿，伊一定有一个程序啊，才当堂好食。啥物程序？啥物？你爱甲底好落，底好开。底好开，啊，GP 啊。嘿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我想讲，这神圣的工作吼，和耗子你来试看卖啊。所以你手较惊烧就对了。惊烧，不是烧的问题。啊，个对了。对，就烧哦，就烧。对，我小等一下，我甲恁讲，伊这道菜的精髓吼，就是爱地落爱有声。无啥物要叫画骨呀，爱骨别开的声。所以你咧地时阵，我讲你这个动作，你一定爱。深呼吸，安尼甲大力甲吹落，你知无？一摆，嘿，一摆哦。因为咱拢袂使讲话，拢卖讲话，拢袂使有声，保持肃静。你拢卖讲话哦。我请你得老啊，慢慢操气哦，点。
一摆。哦，你成功啊！你成功！哦，你成功啊！成功啊！你会使来我当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有够大只！因为咱的盘拢破去，不是破去，是直接啊吹去。啊，像咧坐落来做小的，互伊家己斗。我把你服务，嘿，做小的。因为这吼，对你即摆有批着无？你我早嘛批着。无啦，你甲地落了，迄放开，哇，规个咧逼出来啦。这用中药来控你看，你看，这用中药嘞。这一定要用手抓，像迄手帕子安尼。哇，你铁砂掌呢？这就烧的这就烧的呢。哦。佮咧请恩有无？啊，这准备的时阵是毋是就长？时间就长。像我叫做换方化骨啊，因为阮这个准备工课头进前爱用迄个药料落去控，爱控4点钟。啊，佮爱可以吸收迄个药料的香味。料该翕，料料爱翕。Hello，你有敢有咧听？较紧，好。啊，因为吼，这呐，因为这阮已经有检证，你得当先食完味。啊，若想要较重口伊味的，得当温迄个胡椒盐。来哦，恁来宾较等你再来。什么？你唔是阮队长啊？去食有福同享啊！去看袂啊？做队长甲住咧啦！来。我食这皮，我爱食这个皮上重要，皮上重要哦。哇，就金色，我拢听到啊。哦。哎呦，这皮足甜。食落去，食你内底，敢若看到阿公阿嬷，迄种感觉。零星跑马灯。高大面。你想要来秘鲁吧？有吗？我想吼，好啊来食这只啊。再来啉米咯。哦，你是想要规碗螃蟹吗？干免呢。这那是好食的啊，这嘛是爱情的力量哦。哦对啦，真的呢，这个来问去，对无？这段时间啊，伊用啊算，但边啊真认真咧学，啊交毛恁爸交啊。应该你进来应该有啥物话想要甲恁安讲吧？安尼袂想过？袂啦，肉麻袂，咱介意。吼，有啦，我甲你讲，我前几工啊吼。你甲伊讲，莫甲我讲，你讲假话。大家拢要甲我讲吼。你是别人的，你在讲。你甲讲，我先甲你讲，你莫甲我讲，面对面好无来嘛？但是有一拍，我哪无甲我讲。我唔知啊，我食了才有这摆的感觉。很高兴认识你啦。我已经看完倒袂了，换你。哦，我做到小晚安，你来暗汤，来高雄甲我做伙拍拼。好 ，OK。对，啊，逐工，伊一工拢差不多困4点钟尔啦，嘿，伊足无用的，对，伊啥物工课拢，唔甘互我做，做过来嘛帮我做，啥物拢伊帮我处理，嘿，所以，我平常时啊性地较歹，毋过吼，我嘛是足爱你的，对，安尼敢会使？足古锥嘛，足故意的，真人的，系啊，啊你食，你食我，拢开皮啊！我感觉咱会使做伙去内蒙去找恁啊办桌啊，这只小队啊，这只小队感动，感动，是要来做水卡？有想要去内蒙找因来办一桌无？啊！你头拄唔是讲你要你若结婚想要办，你食甲乱去啊！你讲你若今仔日结婚，还是做回来想要请伊来办桌举手，好无？一，我感动啊！爱成功啊，成功！啊，多谢阿辉师，啊
啊个家己的水某吼，真正是看到爱情的模样，足感动的。啊，观众朋友，恁若是有足感动的故事，足感动的爱情故事，欢迎来报名。嗨嗨，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，咱后集来上会，拜拜。